我來關心中東的局勢，這伊朗是閣對周邊包含巴林、科威特這國家來發動空襲，造成科威特的機場受損停飛。因為美軍也是針對荷姆茲海峽附近這伊朗的角西姆島來展開反擊，和局勢是閣再加懸。這造成伊朗的通膨已經衝到二戰以後的新高紀錄。美國國務卿羅比奧嘛表示講，這伊朗是已經高不將同意要針對核計劃來談判。美軍持續戰略封鎖荷姆茲海峽，佇吹裡發射低壓氣飛彈，叫做一台駛向伊朗的波贊納級油輪，致使伊失去動力。接續伊朗發動無人機甲飛彈攻擊科威特甲巴林，閣宣布講擊到巴林的美國第5艦隊總部。美國講，即款攻勢攏有防空系統哪吒，無拍到目標。不過科威特國際機場T1航站受損，人員傷亡，宣布暫停所有航班。美軍嘛空襲荷姆茲海峽的角西姆島，破壞通信設備。中東情勢緊張，互初3的國際油價閣再起價。美國伊朗佇頂禮拜完成初步停戰的協議，也未簽署。不過，這禮拜並無進展，雙方閣再互相攻擊。伊朗媒體報道，談判已經停止。不過，傳聞講談判一直咧持續進行。國務卿羅比奧對國會講，袂用解除制裁來交換開放荷姆茲海峽。伊朗嘛已經落軟，願意來談判核計劃。That for the first time, certainly in my memory, they have agreed to negotiate aspects of their nuclear program that just a month ago, or just a year ago, they were refusing to even mention, much less enter into discussions about. 伊朗首都德黑蘭和以前同款，全是人真車，看起來真平靜。不過經濟危機正在變嚴重。最新官方的統計顯示，5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升到77.2%，創下2戰以來上懸的紀錄。民眾的生活壓力愈來愈沉重，伊朗政府未來恐驚會拄到更大的社會政治壓力。公視新聞，是非常便宜。